一样，台湾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变一党专政？我看到在密克罗尼西亚一个小岛上，20多年前，那个岛女孩子不穿上衣。大哥！我看到太多了不起的台词。我看到在密克罗尼西亚一个小岛上，20多年前，那个岛女孩子不穿上衣，路边的人看到陌生人，他就拿石头来丢，非常非常原始。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台湾已经在上面开工厂。我们非常担心台湾的未来。只要我们这一辈的，我们心里都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前途是越来越清晰，他们的未来是越来越让人担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也很希望做一些事情，我们也希望民进党能争气，偏偏今天这个执政党带给我们是无尽的辛苦，而且无尽的懊恼。为什么这么没有出息的民进党，只剩3年半可以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？前2天，东南国协正式邀请澳大利亚、纽西兰、中国大陆、南海加入16个国家，将来关税同步。台湾没有办法加进去，再往下一步，台湾就跟北韩一样，整个被锁住了。我们能不耐心？所以，我们必须突破现状。未来的台湾只有2个字：开放。只要在国家安全没有危险之下，我们必须开大门、走大路，勇敢的走出去，为我们自己、为我们的家人、为我们的下一代让条路，好不好？不能再等，我们一天都不能再等。台湾的未来就在你我所有台湾同胞的手上。我们2020年1月11号要靠这张神圣的选票，也是所有2300万人最后的一样武器，最后的呐喊，我们必须要改变。不光是中央要赢，我们所提名的立法委员，也请所有工商界一些好朋友，所有广大台湾的同胞，我们一定要全力来支持。香港为什么戴口罩是怕被秋后算账？台北戴口罩常常是怕被口水喷到，就这个社会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常常就笑一笑就算了，我还是有逻辑的人。前后讲大概逻辑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你要在上面下标题了哈，然后再去扩大解释，哇，这个我觉得很奇怪，我都没有选总统，为什么他们这么焦虑在什么？市长，你昨天说两岸关系是30年最烂，可是苏贞昌昨天回说现在完全不止3通，然后数字就可以打脸。他真的这样回答？他跟蒋经国时代去比，蒋经国是30年前呢。我说最近30年，我不是说最近50年、100年呢。真的这么自我感觉良好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因为他有提到认为说包括举小三有很多事情哦，就不要再耍嘴皮了。是非，把你讲这种话哦，老实讲，这个人家不会认为在失言，人家认为说立马他差不多了嘛。香港为什么戴口罩是怕被秋后算账嘛？台北戴口罩常常是怕被口水喷到，就这样嘛。他说：“你不是看到这到处在喷口水了？”但这个玩笑好像大家觉得拿这个时事好像有点不妥。常常这样，我倒觉得这个社会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常常就笑一笑就算了。我看是需要这样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扩大，然后这样带风向。我觉得这个，坦白讲，我对目前这种选举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这种带风向的让我很不喜欢，我很不喜欢目前这种台湾的政治氛围。因为现在好像 PTT 或绿营很多的地方都在转载这段影片。其实常常这样，要是从前后听起来都，其实这样的啊，我还是有逻辑的人。前后讲大概逻辑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你要在上面下标题了哈，然后再去扩大解释，哇，这个我觉得很奇怪，我都没有选总统，为什么他们这么焦虑干什么？真的。像林鹤明说 MG149案啊，当年好像没有人笑一笑就好。那2014年的 MG149嘛，2018年的葛特曼事件嘛，反正这都是见证当年蓝绿操纵媒体带风向、制造文字狱的、制造这种
政治迫害的一个记录，所以就是这样啊。那为什么别人讲？那为什么别人讲就是自己心腹就是蔡壁如讲话就是看看就好？那第一点哦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我问过了，第一点他只是人家寄给他，他再转给别人，他也没有在上面加什么评论嘛。那其实这我觉得这样的，这也常常也会发生的哈。但是如果说在一个群组转了一个，也没有就人家寄给他，他再转寄给别人，这样可以上《自由时报》的头版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操作太过头了。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做法。我讲哦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常常也不需要去做一大堆规定的。我倒觉得这样的，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大家明着讲，就是说有时候在烂里面转来转去，好笑的东西转去，这也是常有的东西的哈。但是有需要去上《自由时报》头版吗？这实在是，他有需要还劳动总统府发言出来发言，那这个太辛苦了吧？对啦，我跟你讲哦，也许我会跟他讲说以后就少传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态度是人家比例原则嘛。哦，如果在，而且他上面也没有去写他的 comment 的，而且那只是人家寄给他，他就原封这样再转寄。如果他这样的话，要上《自由时报》头版，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头版了。我觉得这个已经太，其实我倒有点问的话，就太过于操作了。那你认为？